5月是温馨的季节，台南市议会对4月底举办一连串的作秀音乐会，深受好评。5月15将再度邀请嘉南药理大学合办2项的活动，有热音社的成果发表，加化妆品应用健康的美丽香烟。这次特别邀请到我们嘉南料理大学整个的活动的表演我们的红包场我们的彩画啦、指甲美化啦、DIY 啦这次的活动呢，也是充满着年轻人的活力和以往不同希望能够让学生的活力呢，能够来到台南市议会将他们热情的散发给所有台南市民台南市议会是大门永远都给台南市民开，希望所有全国民众和台南市的市民踊跃来到台南市议会，共同参与这次的活动。在活动宣传记者会中，包括议长郭信良、嘉南药理大学的副校长杨朝成、加化妆品系主任，嘛拢现场教导民众如何来制作酒精的干洗手。同天的活动除了有热音社的音乐会，另外还有美甲、彩妆的体验，欢迎市民踊跃报名参加。台南新闻林根刘品言采访报道。